咧受案嘅牧師或者執事當中，我係最後輩、資歷最淺嘅一個。但係神咧仍然讓我呢個生命咧充滿住佢嘅恩典同埋佢嘅愛。好感謝神咧，讓我咧喺人生裏邊能夠有3個充滿住愛嘅家庭喺當中去成長，喺當中去生活。感謝神讓我能夠喺我父母親佢哋嘅家庭裏邊成長。佢哋咧都係好痛錫兒女嘅父母，甚至咧連自己都未有得食，都會先俾仔女食咗先。我仲記得咧嗰年我入大學嘅時候，我需要咧買一部電腦去做功課，媽媽佢竟然毫不考慮，將佢僅餘嘅積蓄攞埋出嚟俾我，等我去買電腦去做功課。但大家唔好忘記，當時我家庭嘅唯一支柱爸爸，佢已經有成半年失業。大家可想而知咧，當我話俾佢哋聽我要放棄我嘅專業，去投身去奉獻讀神學嘅時候，對佢哋嘅打擊係幾咁大。不過今日佢哋仍然好願意去支持佢哋嘅兒子，繼續去走呢條奉獻嘅路。喺佢哋嘅身上，我見到神